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玉梅老师来了，福气来了，瑜伽来了。今日玉梅老师要带大家做降筋的动作。降筋哈，是肌肉轻瘦哈，有轻松的个部位哈。头呐，全身轻松的一个部位是头呐。哈，故说降筋呢，除了水下来，肌无重量，不是支撑之外。降筋动辛苦，支撑到人家他头呐。佮说降筋那个肌肉呢，佮人个柔软度，哈，佮人个弹性，哈，非常的重要。你看平常哈，起灯，因为老师去本大家看，平常大家头呐就是哈，打电脑啦，看赖啦，看脸书啦，头呐都头呐向不用等时候呢，人家降筋，来电，人家头呐动辛苦的，好，攞佢支撑等。佢說唔用嘅攞頭呐豎轉來，不用到人個降筋的正前面，哈，用嘅攞降筋有彈性哈，攞佢強化人個能量，哈，這樣唔會長骨刺啊，哈，你看落枕啊，你講降筋有問題。好，你翻身了，你就要安尼翻身。哦，你很啊，因为老师我说安尼，你就硬高体的哈。我说今日因为老师教的降筋的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有前面后背左边右边个旋转绕圈圈，哈，可以用数天数做一些按摩动作。好，体根呢，起张来，哈，起张来，哈。胸挺起来，好，脚我们可以打开来，好，呼吸的时候呀，下眼，不用多呀，来呀后背要跳，来呀降筋后背要跳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手不用呀，都是胸口肋骨来上来，上去，好，吐气，下来，不用放松。好，也是体的前后，也很多后前。我说你做降筋的时候啊，做唔得安尼啊，乡亲朋友唔好安尼。你安尼法哦，降筋会活到，好会受伤。你用啊呀，拿起来，安尼降筋会受伤哦。好，唔要安尼，係安尼，放起来呀，来呀，降放。呀，嚟開來，唔該安尼，呀，降筋嚟開來，好，個標準來，好，嗰個第一個動作安尼，吐氣，嚟到呀，吸氣，嚟上來，好，也第一個動作，第二個動作呢，下巴要轉了的呀，好，幫我二公幫我左邊，好，個慢慢的吸氣轉來。你講放到右邊，好，你都要停，你去吃到來都要跳筋頭，順，那老姨講法哦，按姿勢，動辛苦哦，當你就下來，講天花，好，我降筋攏高體的，好，你要愛他，安撫他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好，過彎片，安尼，吐氣。好，個吸氣轉來。輕重要係人喺下眼一陣啊，唔好安尼做，唔好頭昂昂嘅做，頭昂昂做會受傷。唔係人嘅下眼來轉來。你看哈，因為老師講，你安尼下眼降筋係未活到嘅，你安尼降筋就傳出嚟。好，佢也係第二個動作。第三個動作呢，你手叉腰，下巴平嘅，來到左邊來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個下巴平誒，好安尼，唔好安尼，也係安尼，冇來到，愛安尼平誒過來，好平誒過去，吐氣，好，你假使去家冇辦法，提供用係正確嘅，你就坐墊咪可以做，坐墊做。没做得较穩固哈，起垫做没做得，行动呢就做得做，手不用呀，
好，安尼带进来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有看到吗？乡亲朋友，牛多呀，将近，好，带过来，带过来，带过来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进来。好，轻重要的是也肩头莫停痛，因为老师为了录下安尼瑜伽节目，特地去剪断头那么。好，当有诚意哦，因为一本乡亲朋友看到我将近，好，当清楚的动作，也莫停痛。好，下巴转到一边来，安尼，扭到一个肩头。好，莫安尼，肩头挺顶过来，肩头带进来，安尼。好，下巴平的带进来。好，吐气。好，也个动作呢，是老人那个前面、上方、左边、右边各个旋转。好，转过来呢，那老个肩头哈，天数那个肩膀的个安尼按摩哈，安尼做过以后哈，你看哈，安尼下巴都要偏落去，来上来，来上来，听到呀？人家做事呢，哈，变到也个安尼左边的义工，各位人家头拿进来，做事用下来，好，张康改到啊右边了哈，先拿第一先拿肩头拿起来，第二，哈义工，好义工不用变到也个肩头，安尼呢会来到一片。好，慢慢的感觉也吸气，感觉也吐气。好，各位呢，头拿先转来，好，肩头不用下来，安尼做起来呢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好，张康改到啊，好，乡亲朋友要做动作啊，嘿，玉美老师懂推荐的，你做完哈，也个呀不会做舒服的那样。好，左肩上，左耳朵下，好，请。同自己的身体撒娇啊，爱你呀，谢谢你呀，感恩你呀，听到呀？好，同自己讲好话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头拿转来，吐气，肩头不用下来。好，你张做起，你张开始没吃到一只肩头跌下去，来唔放起来，一只高一只大，还做好起，你就抬头挺胸的。好，刚来右边啊，吸气。上，再上，再上，好，耳朵下，再下，好，在这边享受，谢谢，感恩，好，呢要做片呢，尽量吐气来下去，莫同时放起来吐气来下去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头拿转来，好，肩头。不用下来，好，那你做些两边肩头啦，好，肩颈啦就会舒爽，好，你做个两只肩头，上下，一个重点就是两个手肘哈，大部分人是按呢，很前面你看，你手指开起来按呢，按你发现你用到压个力量，没用到压肩头的力量，你那样的呀，呀，手背以下不动，按呢，呀不用向上。不用向上，安尼都吃到卡蒙起来去，这样躺过来，够要再提醒自己往下放。好，慢慢的，先头拿转来哦，先头拿先转来。好，这样不用下来，头抬起安尼。好，这样看改到哦，因为老师提醒大家莫安尼哦，他当然就会安尼。安尼不正确，人家手肘弯曲，安尼不正确。安尼放松一下，说不用放松，肩头。好，降紧，不用下来。好，不用放松呀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，不用放松。好，当放松也动作哦。好，记得了，头拿先转来。当简单的动作哦，你做咩，它就唔会脑中风啊，哈，心血管的疾病啊，哈，你就有动态嘅安尼利益，哈，做好去呢，安尼数哈，天数不用也降紧顺哈，不用也降紧顺哈，安尼来一下，好，安尼来一下，再按摩一样啊。
擦按摩也降紧，好，把伢降紧安尼手过来，好，嗰下只手手过来，一只手，你手过来的时候，哈，降紧，来一下，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我手要偏，保护的右偏，来到一偏，手过来，来到去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吸气，这样伸一片，好，手过来，转到一片。好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转来。好，各位数，好，搓搓了。好，有温度的咩？刚刚来的按痕咩？然后给削削啊，按摩，搓一搓。接哈，因为有习惯面面啊、手面啊、手术啊，这冇习惯手降紧。好，嗰时他接到安尼手降紧啊，手降紧，手啊。好，手后勾以后呢，这样来颈部这样来绕圈圈。好，手后叶安尼，好，安尼，好，松啊，吐气，好，松啊，过这样来绕圈圈，做这样做在绕半天哦。乡亲朋友啊，玉米老师应提醒大家，千万头呢莫安尼，莫安尼做。按你做哈，都容易受伤啊，非常的受伤。你总爱做在按呢，向左边，向下边一半，按呢上来，好，来转来，看解到哦，左边吐气，前面，右边吸气，转来，好，我看解到啊，右边，到右边也唔会来到呀。好，因为挤压肌肉，收缩带给肌肉能量，吐气。好，下眼挨着，沿着两个下巴转到呀，来向去了，这样转来。你讲哈，降紧冇准备好，刚，你就按那一发，啪，好，你就会晕倒，冇就会拉伤，好，都容易给脑中风啊，各方面。动我不搞个按呢哈，真紧不适合整个颈部的动精细的能量啊哈。玉美老师印度的几千年的个瑜伽的安尼传承搞下来呢，搞本乡亲朋友然后大家分享，至少也还係好的去的呀。好，就因為係用正確的方式訓練呢。好，今日講緊很簡單哦，坐定啊、企定啊，行到哪走到哪，健康接到哪。乡亲朋友，做哦，大夫健康，祝福大家，安子生。